大家好，今日要講嘅係氣管發炎。氣管喺裏面點睇到發炎啊？醫生，持續嘅氣管發炎，如果確診係氣管敏感或者哮喘，就要每月做 ACT 問卷監控病情。嚴重嘅話，或者要用吸入式嘅類固醇㗎。資料由香港哮喘會提供。大家好，今日要講嘅係 ACT。醫生啊，ACT 即係行動啦，咁簡單都仲要搞 ACT 係一份評估哮喘係咪受控嘅問卷，每個月做一次就可以幫醫生決定用藥嘅劑量。你都快啲行動啦！資料由香港哮喘會提供。大家好，今日要講嘅係扯蝦。究竟點解係扯蝦，而唔係其他海鮮呢？醫生，扯蝦即係由氣喘引致嘅喘鳴聲。如果確診係氣管敏感或者哮喘，就要每月做 ACT 問卷，認真監控病情啊！資料由香港哮喘會提供。大家好，今日要講嘅係狗咳。點解隻狗會咳嘅呢？醫生，狗咳即係長期咳嗽，特別係夜咳失眠。如果確診係氣管敏感或者係哮喘，就要每月做 ACT 問卷，認真監控病情。資料由香港哮喘會提供。大家好，今日要講嘅係頂住條氣。醫生，條氣頂住，咁點先？條氣頂住，呼吸困難。如果確診係氣管敏感或者哮喘，就要每月做 ACT 問卷，認真監控病情啊！資料由香港哮喘會提供。